这破剑谁都可以打开。你又回来干嘛？回来干什么？救你啊！你欺负我那么久，我不但把你救上来，好好找你算个账。早看你会被吸进来的。吸什么？我又不是仙人。孙宝，你就是个狗熊笨蛋！你不要在这里逞英雄了，快走！现在结局只有两个，要么就是你死，要么就是一块死。你不想找你的如意郎君，我还想找我的白晶晶呢，把嘴给我闭上！紫霞，我来救你。我想吃宫保。你能不能安分一点啊？不是你救我，我刚才早就说服死了。你别动了！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？我是来救你的，你应该感谢我。虽然我翻不起来。赶紧走啊！你这全天下最蠢、最笨、最傻的宠物，我都说让你走了！醒醒，吃吧，知道吧？恶魔，你醒醒！紫霞，紫霞，你快醒醒啊！紫霞，紫霞，真宝，你不是死了吗？你说什么呢你？我告诉你，你死我都不会死的。快点走啊！你去哪儿啊？我不会走，我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。你不是仙女吗？你怎么可能会死呢？赶紧走啊！人在，汤在。这破地方哪有什么火呀？听话呀！你快点走吧！你快点走啊！你不能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。
你好啊。因为我是仙子啊。我也感觉我浑身充满了力量。因为你是仙子的宠物啊。嘿嘿，至尊宝，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谢你昨天救了我呀。那都是举手之劳。月光宝盒在你那儿。对啊，都是因为你啊！要不是你救了我，我都不知道它上哪去了。哎，要说月光宝盒，洗一下。也不知道姐姐现在去了哪。当然是在你身体里。啊？昨天青霞离开的时候，发誓说要杀死我。哎，对呀，我现在跟她闹这么凶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收场。这办法呢，倒是有一个。什么办法？就是你把一个对你来说特别重要的东西给我，我再把它给青霞，然后再告诉他你已经死了。一个人呢是不可能死2回的，如果他再想来杀你的话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听起来是个好主意啊。可是用什么呢？用什么？当然是要用一个很特别，就比如说用月光宝盒啊之类什么的。哦，对呀，紫金宝剑，你把这个拿给他，他一定会相信你的。就这把破剑。就这把剑。这破剑，谁都可以打开。昨天、今天、过去不再回来，红叶落下。找到你一生所爱的人，你打算跟他干什么？我想跟他去最美的地方，看最美的风景。花果山就很美啊。我会带他来这里的。远去的你漂泊，白云外，痛爱让人悲哀。你发什么呆？命运不能更改，放开不能再相爱，难道这是上天的？原来是你，都怪你骗了我这么久。你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搂搂抱抱，成何体统？好了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！看来我不得不说了，这位先生，虽然我玉树临风、风流倜傥，但我也是百花丛中，片叶不沾身。我有老婆，你这样拉拉扯扯，真的很有伤风化呀。你有老婆，那我算什么呀？你算什么？混蛋！我混蛋？对，行，我现在就滚。喂，至尊宝，哎，你别走啊你！到底在哪儿？你干什么呀你？你干什么呀？怎么了？你尾巴到底藏在哪儿？我是人，哪有尾巴？让我找到看你还怎么狡辩！你是不是有病？你还真拿我当宠物？你要不要脸？你才不要脸呢！那你干嘛假装不认识我呀？不是我不认识你，是我实在是不认识你。我用了一个看似很简单普通的盒子，咻的一下来到了500年前。
理论上讲呢，咱俩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。我这样讲你应该听明白了吧？不明白。那你怎么样才能相信？你说你是从500年后来的，那你500年后都做了什么呀？我500好了，自己看。有份感觉在我面前，至少有1万年，我没有时间。500多年之前，就算划清界限，生一遍，就算重新开始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一500亿万人爱戴，好有型啊！在天边。保护费啊，大哥！收保护费啊！大当家的呀，这保护费1个月收1次，你天天来，我们哪受得了啊？再这样下去，我要反抗了！那你要怎么反抗？拿命来！那就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还有谁？这么揶揄当时的英雄气概，还说你不是孙权，我好心告诉我，谁是五岳山的大王啊？大当家，大当家！告诉我，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帅、最玉树临风的男人？大当家，大当家，大当家，大当家！那你们再告诉我，谁呀？妈的，你完没完？每次都说这么多话，我的腿都酸了。这位老伯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，你能不能别这么破坏气氛呀？每天就2盒盒饭，还要啥气氛呀？话不能这么讲啊！你知不知道你的表演也很有问题啊？你每次都会挡我的光，弄得我特别的难看，你不知道吗？钱给的这么少，你还唧唧歪歪，给我打！那是我的回忆。好好的一个齐天大圣，500年后怎么混得那么惨啊？谁说我混得惨？我可是五岳山山贼之王。你好好的花果山不待，去什么五岳山啊？什么花果山？你不记得这儿了？我去这破地方干什么呀？不管你是装失忆还是真失忆，只要你能拔出紫青宝剑，你就是他。今天的仙子脾气都怪怪的，一个出来就打打杀杀，一个又要跟我认亲。不管了，先从他这脱身，赶紧救青金姑娘出来吧。我好像跟这把剑是有一点感应。啊，你跟他有感应啊？仿佛冥冥之中能看到点什么，但是又看不到什么。这个，要不先把这剑放我这儿，我呢，这个跟他时间久，相处时间长。不行，太慢，我有其他办法，你跟我走。救命啊！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孙悟空啊，会火眼金睛，他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炼了7七49天都没事，我就不信，只要一验一验你就知道真假。我要是没骗你怎么办呢？你要是不是他，嘿嘿，那你大概就瞎了吧？你放心，你学哑语的钱我会帮你出来。我又不是哑巴，我学哑语干什么呀？你这么机灵，你可以别想逃出来呀！72遍火眼金睛，你会一样你就得救了。
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敢逼我的话，我就咬舌自尽，